了，这个中秋节要到了，烘肉若要烘蛤蟆，就要加开一寡钱咯。永实号讲，今年天气稳定，是这几冬来饲蛤蟆饲价上好的一年。也毋过因为中秋节市场的需求量大，所以愈晚节日恐价就会愈贵。也毋过今年蛤蟆的品质真赞，就算加开一寡钱，嘛真有价值。若有人喊肉，装头装尾都拢会骗得到。中秋节要到啊，真侪人拢会喊肉。不过即马要买海产蛤蟆，价小贵三三。来到市啊，蛤蟆品种含大细、价小对你无同，每一斤130到150都拢有。一斤才150，因为伊蛤蟆吼，一罐蛤蟆会当分10种。来到养殖场，业者用网啊来筛大细粒，蛤蟆品质含色水，水阁好看。因为今年气候稳定，生了袂歹。以地人来讲，养殖面积超3200公顷，年产量12000吨。高南的蛤蟆收成率大体有7成到8成。今年的台风都是擦肩而过，都是微降雨，可以对我们来说是调整盐度会。让乌龟长得比较好。天气决定价小，业者讲，即马盘上收卖价小超伫70，较大粒的蛤蟆超80，啊，较细粒的毛要60。每我中秋节价小会加愈悬，不过今年蛤蟆品质真赞，就算价小较贵，嘛真价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